色货。你本来穿的旧货的了，我觉得你穿的很热。保证它很舒服。肯定是很热的了。等下我走，把它不见到的，它会不会叫？他随手盯到的，他随时把它看到。真的，下次这里不带一个那个的话，它要翻开。你要告诉们，放下心。哦，对，叫传承纳操文化的。下面有一个叫保暖的。他罗马那边加入他们团队了，加入上午下周林。看一下情绪是不是调，你要去真要调。你
西装革装，跳完刚刚。跟那个人不能，那是鸟吃个这样。传承了长风韵啊！传承了长风韵啊！传承了长风韵。没跳吗？对啊，哪去了没跳过？是。几点了现在？还有7分钟。那可以跳这个。都是这个在上面没投放了，因为那个拉曲太多了，我曲都连在一起太多了。这个你认识吧？这个。有点像曲真的，是不是？有点曲真的，稍微老一点的。他一直在哎，他一直脑壳那个往走，他一直在看你啊，我把他抱到那边去，你在那边我抱到那边，他脑壳都哎往那边望。肯定噻，他是一直要盯到的。哎，好了，过来。我就不想学了，就把这个拉长，他那个扛下去，徐成想要扛下去。
这条推荐的话，真的，今天想跳康下去，我本来想去上他们放那个西藏锅庄的，跳那个也可以啊。他们干的呢？期末是吧？这时间太快了，一下就完了。它播多久啊？马上就结束了，这跳完就没了，没有了。这个跳了有可能还可以，那个不是2网，不是2网的就是785，那个有可能可以。这个是对，这个是不是2网？这是个2网，第1个还没跳。吃了啊，蛮跳起来了。咋样？踢了又，后面就是，有点分散了。快点，快一点，追上去。他这点赞。呀，朋友们有能把大强都从一个帮助或者中国是唱票。呀，朋友们，感谢有来，呀，我给咱们唱票。
跳过很多次，只是说只有几次没有上4次这个。妮妮也会跳，妮妮休息了会儿。哎，再跳一次吗？这几点？这对。哦，9点35还可以跳一个。再跳一个吧，再来一遍嘛，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我会了。我很简单，还有一个很简单的。哦，很简单是小的。你天天跳它。我打差不多。还有我们我搞了，我也会跳。呀，朋友们，能把大强东从你的马上回去中国唱跳。对，咱们人气往上面走一走。
呀！哎呦，呀哈呀！好多汗水，全是汗。试一试，我们撵着出去。我们撵着他们。不是。你看这边有吗？撵着它。这是我们老家的特色。对。看一看啊，他说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。特产。打我了，拜拜。看得到。欧姐。我刚一直都在喊你，哥哥。冷不行了。德国的特色。那王清他们那边才有这种。他后面那个叫啥名字啊？那个忘了。要不要去啊？谢谢。这啥声音？刚刚我有个同学来了，然后就过去打招呼嘛。好。忘了。学艺不精，谢谢。去商场耍噻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去商场。去商场看要玩会儿直播才会去吧？是不是？找哪个？找衣服嘛。哎呀，刚才他来了还是？对呀，他可能跳了一点手。这个老汉，老汉了。我这儿拍的。汉奸。刚才有个那个。都拍了的嘛，有几个都拍了。你也拍了？对。你拍了吗？我现在有蓝拍了我。拍了。待会儿我给你发给你，反正肯定手机拍的效果不怎么好。我们开头在变胖了。他帮我穿那个帐篷。我这个衣服都去年买的，然后不是我自己穿不好，我就带回来了。那个以后这个它里面有点毛毛嘛。那你还怎么样？这个穿起来。你这天打到。好热和。你这个跳舞也是。我就把衣服。冷的时候就可以穿上。这么大的。走上场去。哎呀，还好宽哦。我去了热乎嘛。好热和。这家引住的。还好不是新衣服啊。啊？不是新的。我穿了3-4年了。对。穿了3-4年了。对，是吧？啊，对。对面坐在那个。他们2个。你们要过去啊？隔壁子啊？吴京给你拍嘛？吴京他在直播吧？吴京装备很多哎，吴京相机也买了，什么都买了。吴京。因为我刚刚也给我那个说，我说他不是什么。走啊，去商场，好像去商场。手机？你的手机在我。那个。哪里呀？你坐了？啊？你有时间吗？他说我有啊们一起去。怎么？这儿去啊？我要回去啊！才星期一啊！坐一下嘛。不行，我10点半要去赶回去啊。 10点半。
现在几点？10点半之前的嘛，必须到家啊。9点40多，9点40多。还早嘛？ 10点半之前就要到家啊，昨晚上娃娃又是2点钟才睡， 40还有昨晚上2点钟才睡，他又在耍，一直闹情绪。我早点回去，不行，回走嘛，我们到那边嘛。真的要不能那个，我们我到那个10点半我嘛，又到那个。又锁到那个外面，我又只去温江了。他喊你，不是我喊你。没时间了，主要是。我这个晚上10点半是必须回家。这娃娃每次那我们到那个广场。走吧，我都要去。走嘛，反正要经过那里，我们要走过去。走吧，走过去。我还想去，他说喊你去，我说我们去喝个茶，吃个，刚才我们去那个，我把衣服拿过来，我自己穿不好，然后他在那边喝茶，我去找他，他帮我把衣服穿起，衣服穿好，好热火这个。肯定噻，很热和，跳舞就很热了。我就是去年我们那个青阳宫那个船就买的，我一直没穿。穿一跑，好多人哦。完了拍那个吧，那个。刚才那个老头是。